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13节。我就是会讲人间各种的话，甚至伫天上的话，若是无有听，我的话亲像吵闹的锣，甲响亮的钹一样。我设使有讲道的才能，也会当明白详细各种的题目。各种的奥妙，甚至有坚定的信心，会当移山倒海。若是无有听，就无算啥物。第3节，我设使将所有的财产，咱拢捐互人，甚至牺牲家己的身体，互人烧。若是无有听，我所做犹原是无有利益。听是坚定忍耐的。忍足的，有听的就无嫉妒，无自夸，无骄傲，无做妄动的事，无自私，无轻易动生气，无记牢别人的过错，无欢喜不义，只爱真理。听话当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会忍受一切。第8节。听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温事总有一天会煞，财物也会成做过去。因为咱的财物有限，讲道的温事也有限。可是，迄个完全的一到，有限的就会消失。我做囡仔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情感亲像囡仔，想法也亲像囡仔。即马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将囡仔的气的事拢放下。12节，咱即马所看见的是间接对镜来看见的影像，无清，将来就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即马对上帝认捌无完全，将来就会完全，若亲像上帝完全认捌我一样。若是信心、仰望、甲听。这3款的永存的，伫其中上重要的是听。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听是恒久忍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系列的讲章的第2讲，就是听是恒久忍耐。台语是翻译做听是熬宽容哈。这段咱对下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将保罗先生将听的特性表达得非常清楚。伊伫这段经文中间，总共列出15个有关听的特质，其中有7个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表示，另外8个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讲。伊有讲到听是啥物是啥物，也有讲到听毋是啥物。这15个形式拢非常重要，所以牧师大概会分这系列的讲章，我会分做30几个讲题，甲大家分享。今日这段经文咱大概爱分批看，爱看25礼拜所以咱爱详细来看。检采有人会讲牧师你嘛较认真的这段经文讲遐侪遍但是牧师要大家讲这是真要紧的一个功课因为听对听的了解甲实践是咱一生的功课所以这是相当重要一段经文。咱的信仰是讲听的信仰，所以咱真爱认真来学习。所以要领受今仔日的信息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真实明白你的话语是有开力。会当常常帮助阮、激励阮、引带阮，所以主啊，阮只是要注心伫你的话语中间，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排除阮心中阻碍阮领受你话语的一切因素，互阮会当专注伫你的话语顶面，也有智慧、有信心、有听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咱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咱真实在咱是咧追求真理甲活命。但是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功课，就是对伫
疼，爱有正确的了解，而且将伊实践出来。这对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咱明捌疼，实践疼，对咱生命的成长有帮助，也当利益伫每一个甲咱接触的人。对咱来讲，上帝就是疼。而且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圣神所结的果子中间有一个性质，就是仁爱，就是疼。上帝国的本质之一也是疼，上帝国的基础也是疼。所以，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伫疼的了解甲实践，会成做咱整个信仰真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咱整个信仰甲神学的核心。如果咱的信仰甲神学将疼摕出来，安尼就毋是咱的信仰。一个无疼的神学，一个无疼的信仰，就是空谈。咱的信仰就是一个影。所以咱爱真实清楚，就是讲，咱真实爱去了解疼，而且将疼实践出来。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我检查会通讲人间逐样的话，甚至天使的话，就是讲方言啦。但是我若无听，我的话语拢无意义啊！亲像等个动气甲响的喇叭相款。因为我设施有真有才能，有讲道的才能，而且明白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奥妙，要有坚强的信心，会当移山倒海。但是如果我若无听，就无算做是啥物。我甚至会当将我所有的财产拢捐互人，牺牲家己的身体互人火烧。但是若无听，我所做的犹原无利益。所以保罗先生对咱讲，听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咱所有做、所有思想、所有推动的事工，如果若无听，才做咱的动机，一切拢是空空。所以，咱真实爱去学习听，然后实践听。所以，牧师期待咱伫即系列的讲章中间，咱一方面去了解听是啥物，另外一方面，咱也爱将即个听来实践出来。毋通简单伫思想内底有听，喙内底有听，咱伫行动中间也爱将听表明出来。事实上，咱今仔有机会。会当来做一件听的行动，就是咱的周报中间拢有业一个奉献地，这是对伫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的奉献。因为咱知影真侪原住民部落的牧者，因的服侍是真艰苦，教会的收入无法度，教会信徒的奉献无法度维持因的生活的需要，所以除了牧养以外，因必须要搁再做另外的工作，所以排真重的重担。少年教会对过去到现在拢有看见即款的需要，伫真侪咱的中级的推动下面，咱去帮咱遮的原住民传道者，咱看见因真正的需要，一当互因一点仔帮助，望会当减轻因的负担。这是咱共同会来参与的一件事。教会已经有一部分金钱的补助。其他的部分，咱做伙来参与，因为咱参与的这个行动，是表明咱真正疼别人，这是一个实践疼的一个行动，所以伫遮鼓励大家会当来参与、来奉献。好，咱即马就来进入今日的主题，咱今日要先讲疼的第一个性质，就是保罗先生讲疼是恒久忍耐，就是台语圣经翻译做疼是够宽容，首先，咱来先来看这忍耐这个字，这汉字这个忍，真特别，就是心肝顶面插一支刀啦，心肝顶面插一支刀会安怎？会死伫死之前会疼啦，未死之前会疼对无？足疼对无？心肝顶面插一支刀，表明讲这是非常疼的代志，表示讲忍耐毋是一件轻松的代志，相对就是讲忍耐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咱台语即个忍耐
咱是来讲做疼对无？啊，疼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疼惜忍耐的意思，另外一种就是讲真疼嘛，吼。所以心肝若真疼，去疼惜别人，这就是保罗先生所讲的疼的第一个定义。疼是忍耐啊。伫圣经中间有两字咧讲忍耐，第一字叫做 hupomone， 吼，这个字就是对环境的忍耐，就是当一个人伊拄着试炼甲患难，外在环境真歹，但是伊犹原会当保持坚定甲稳定，吼，这款的叫做 hupomone， 对环境的忍耐，吼。啊，这款忍耐，就是咱拄着一件代志，吼，环境外在环境无好，但是咱忍耐到底，吼，所以圣经中间对咱讲，独忍耐到底，的确得到救。啊，这种忍耐吼，伊的动机吼，伊的动力是有仰望，吼，有仰望。因为我有仰望，所以我会当环境无好，我会当忍耐。亲像咧种植的人，吼，种植的人，咱在种植是真艰苦，吼，咱大家毋知咱中间敢有人咧做事，吼，种植。啊，其实吼，我细汉吼，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讲我仰望讲会当做事啦，吼，因为我真爱食饭啊，吼，啊，所以讲我做事袂枵着，吼。哦，但是吼，到尾感觉讲吼，做事是真艰苦，我去可能尔当做肥料尔吼，所以吼，我就放弃，因为做事足艰苦吼，爱先犁田，啊，然后爱野种子，啊，佮爱种子野了，佮爱灌压，啊，佮爱除草吼，啊，掠虫，吼，啊，为虾米做食堂伊会遐尼艰苦的中间，伊会当忍耐？因为伊有一个仰望，仰望讲哦，有一天一定能修成，所以这个富婆摩呢，这个忍耐吼，伊是因为我有一个仰望，所以我会当忍耐。啊，亲像讲忍耐到底，的确得救。因为我会当得救，我有这个仰望，所以我对环境无好，我会当忍耐。这是圣经中间的第一个字，吼，但是毋是咱今仔所讲的这个字。咱今仔所讲的这个字，吼，叫做马可苏米亚，吼，这个字，吼。就是对人的忍耐。咱今日所读的这个忍耐吼，台语汉语本翻译做宽容。伊真正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去互糟蹋、去互攻击、去互批评，外在别人对伊有真侪无好款待的代志，但是伊心中犹原有平静安稳的灵。伊袂快生气，吼。袂讲真紧就生气，虽然伊有能力去人报仇，但是伊选择无要用歹来对待对方，伊忍耐。啊，这种忍耐吼，伊主要的力量毋是仰望，伊是疼。因为这人歹快那你，但是你甚至你有够遐的力量去报复对方，但是因为疼的缘故。所以你愿意忍耐，无报仇，这是这个字真正的意思。啊，这个字其实是上帝的性质啦。啊，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拢会看见到，圣经中间记载，上帝是一个无快生气的上帝，对无？咱拄则启应文中间，咱有启应着讲，上帝是无快生气的上帝。啊，新约中间嘛提起着。上帝一直在忍耐咱人，吼，比如讲《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伊就讲，为虾米耶稣基督也袂搁再来？当时阵的人拢咧听候耶稣基督搁再来，因为耶稣基督搁再来就是审判的时刻到嘛。但是耶稣基督一直无搁再来，吼。伊讲毋是上帝咧耽误啦，是因为上帝宽容忍耐。上帝为虾米要宽容忍耐？因为咱来知哦，耶稣基督若搁再来，审判就来到哦。迄阵所有的罪人，所有也未悔改认罪的罪人，也未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拢爱受审判，严厉的审判。啊，所以上帝因为真爱这些罪人，
真疼才会做人，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是爱人人拢得救。所以上帝暂时无互耶稣搁再来，互咱有一段时间，互咱有时间通好悔改，有机会通好得到拯救。所以上帝是一个一直咧忍耐咱的上帝。好，咱咧讲即个疼，就是忍耐吼，因为这是上帝的性质，所以咱爱去学习。但是咱看记着好学本的圣经，安尼写讲，疼是恒久忍耐，对无？伊伫忍耐头前，佮加一个恒久吼。啊，咱台语的圣经是翻译做疼是饶宽容吼。啊，为什么要加这两字吼？这两个词呢吼？为什么要加恒久这个字吼？因为吼，忍耐价值实在是恒久了，恒久。因为吼，咱中间逐个人拢嘛晓忍耐，只是吼，迄脾气较歹的人，我忍耐3秒钟啊，吼，忍耐3秒钟，这都毋是真正的疼。吼，所以保罗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忍耐真正的价值是表现伫恒久。吼，当一个人对别人的忍耐，久到一个程度，忍耐到一直到时间，一直到一个程度。到恒久这个时阵，安尼就完成了疼，完成了疼。所以咱台语翻译做饶啦，饶宽容。这饶意思嘛是类似，就是讲，毋是真容易就放弃忍耐，就真饶忍耐。啊，但是安尼可能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会问讲，安尼恒久到底是偌久？我要忍耐到偌久才是真实的疼？伫遮吼，恒久的意思毋是永远哦，咱来理解吼。恒久忍耐吼，这其实咱拄则讲过，伊是咧表达上帝的本性嘛。伊对罪人忍耐，毋茫个因会当悔改。但是咱来了解哦，上帝是无快快生气的上帝，但是伊毋是无生气的上帝哦。上帝有一天会生气。伊袂永远忍耐落去，有一天，照圣经所讲，上帝会差遣耶稣搁再来，迄个时阵审判时刻就来到。所以恒久毋是永远，是有一段时间啊。安尼恒久到底偌久？圣经中间敢有讲偌久？其实咱伫圣经中间吼，无人讲恒久是偌久，也是几分钟、几点钟、几工，也是讲几冬，无安尼讲。其实咱若认真去思想，恒久是代表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一种坚持的态度。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做“疼是坚忍”，疼是一种坚持。啊，坚持什么货？坚持忍耐，坚持忍耐，就是无论到什么款的情况，拢坚持忍耐，用忍耐来面对一切人的挑战甲攻击。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中间的一个中心。咱敢会记即伫圣经中间有一遍，彼得来找耶稣，伊讲主啊，若讲我的兄弟得罪我会饶赦伊几遍？7遍够有够？耶稣讲，毋是7遍，是偌济？70个7遍。70个7遍是几遍？有人算算讲490遍，所以伊若人得罪伊记一个，记起来1遍、2遍、3遍、4遍、5遍，好，等到489遍，你后一遍你就试看卖吼。其实咱知影耶稣咧讲的意思毋是安尼，耶稣的意思是讲，了赦是一种态度，爱坚持了赦。70弯转手，70个7遍表示讲，咱爱尽可能性来了赦。所以相反，伫遮咧讲忍耐是，如果你若是疼的话，就是任何情况下面拢会坚持忍耐的态度。若安尼，咱可能会拄到一个问题，讲安尼牧师啊，我忍到最后，我敢要内伤，真有可能啦，真有可能。但是等下牧师会帮助咱大家做伙来避免这款的伤害，但这个进程
咱来知一点吼，这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恒久忍耐，毋是宽容罪恶。吼，发现忍耐是忍耐罪人，毋是忍受罪行。如果咱若无理解这个差异吼，安尼今日所讲的信息，就变做咱的信用的这鸦片，吼，就变做麻醉剂，麻醉剂啦，吼，就讲咱用这来麻醉家己，吼，因为咱来理解就讲上帝是无快快受气的上帝，并毋是讲上帝无受气哦，上帝是对人的罪行为来受气，但是上帝也对人罪人怜悯。吼，举一个咱顶回有讲过，吼，咱有讲到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中间记载讲，上帝对尼尼微城的人，因为歹所行，上帝真生气。上帝原本要去要来降灾的伫即个中间，但是伊互因一个机会，所以伊差遣先知约拿，既然传讲上帝的信息嘛，叫上帝。这约拿去到这个尼尼微城传播上帝信息了，叫全城的人拢悔改，所以上帝都无刑罚因嘛，因为上帝是对人的罪行为厌恶，但是伊是同时也疼罪人，所以咱爱真实明白，就是上帝是对人的歹所行会生气，但是伊怜悯有罪人。伫圣经中间，咱看见到上帝疼人疼到一个程度，所以伊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者，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伊的义，因为伊用忍耐的心来宽容人早前所犯的罪，通好伫今时显明伊的义。所以上帝伫历史中间看见到一切先知来对一切人传讲上帝的心意。人若搁犯罪，一直犯罪，到最后伊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人，透过安尼，互人有得救的机会啦。所以咱爱真实明白就讲，恒久忍耐，毋是宽容罪恶，毋是接受罪行，是安那？是怜悯罪人，希望伊会当改变。所以今仔日咱咧处理真侪咱生活中间拄到的代志。比如讲，咱看见现在社会有真侪家庭暴力的代志发生。面对即款的代志，咱采取的态度毋是讲对这个受伤害的人讲你着忍受啦，你要顾全大局啦，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囡仔，你着爱较忍耐。咱毋是安尼，咱是爱要求即个伫即家庭中间施行暴力的人爱改变，停止伊的歹所行。这才是忍耐真正的意义啦。所以咱互伊有一个机会来改变，这才是真正忍耐的意义。所以面对罪人，咱要有忍耐宽容的心，期待伊会当悔改。但是咱要严格去拒绝罪行的发生。接下来牧师要互大家几个关系忍耐的建议。因为什么要互大家这个建议？因为咱知影。即款恒久忍耐的疼是来自上帝的疼，伊是上帝疼的本质之一。所以，当咱要学习即种疼的时阵吼，咱当时阵爱学习几件代志，以免咱伫实践的过程中间受伤害。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未受伤害的上帝嘛，吼。但是咱人是血气软弱，所以咱人会受伤。所以在实践即项疼、恒久忍耐的疼的时阵，咱爱特别细腻。无你就会内伤，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项建议就是伫恒久忍耐的过程中间咱爱有积极性的作为，就是别人咧伤害咱，咱伫即个忍耐的过程中间，咱爱互伊明白讲，伊所做的代志已经伤害着咱，咱无真欢喜。所以恒久忍耐用意是希望对方会当改变，所以忍耐过程中间，咱来透过沟通来表达咱的期待。咱的期待是安怎？伊会当停止伊的歹所行，毋通互咱继续伤害。所以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的，是为着要挽回对方。所以伫忍耐过程中间，咱爱用智慧
去温柔苛刻，毋望对方改变。常常有人误解忍耐，所以忍耐就是单一方面一直忍，一直忍受，然后心内就埋怨讲：哦，我的命较遮尔歹，拄着即个人，这毋是真正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会当带来迄个改变的忍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嘛安尼对咱讲，伊讲：假使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趁酒甲伊甲你做伙的时阵，指出伊的错误来。若伊个毋改变，要安怎？就招一寡人做伙去来劝勉。若伊个毋改变，要安怎？圣经来讲吼，咱就将伊当作外邦人吼。咱来明白即件代志哦，毋是讲将伊当作外邦人，就是无要插伊，就是讲将伊当作无认捌上帝的人，咱用更较济的包容甲疼心去挽回伊啦。这是圣经真正爱咱做的吼，所以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的，咱爱有行动，要求对方改变。第二项，就是伫恒久忍耐的过程中间，有一件代志真重要，迄就是疗赦。赦免，你若伫忍耐过程中间，你若无学习疗赦的功课，安尼忍耐就是一种折磨。因为你面对一个伤害你的人，你若无真心去疗赦伊，你对伊的忍耐就会伤害到家己。但是疗赦有一种功效，就是发现伫即个疗赦的过程中间，不断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咱知影上帝疗赦咱，所以咱也有期待，咱会当去疗赦别人。所以咱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断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断被医治。这是忍耐带予咱上介大的好处，互咱伫即个过程中间也充满信心甲福源的气力。了解功课是真深的功课，牧师以后会甲大家做伙分享。但是今仔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秘诀，就是咱第三项，就是伫即个了解过程中间爱不住祈祷，毋简单为着你祈祷，也爱为着对方祈祷。咱知影恒久忍耐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对方嘛，所以咱伫这过程中间爱为着双方来祈祷，求上帝互你有气力，也求对方会当得到改变。而且你伫祈祷的中间吼，你嘛会当渐渐去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这个代志，你会当比较理解伊为虾米安尼做。所以耶稣基督讲，爱听你的对敌，而且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当然，牧师嘛真清楚，这是甲咱的本性咧对抗。咱的本性就是咱怨恨迄个迫害咱的人，咱较疼迄个甲咱亲爱的人。所以恒久忍耐，替对敌祈祷，这是咱爱学习的一个功课。真正是真困难。我有一遍经验。我有一遍在我牧师娘甲我的小妹对台南要到公山的所在去找一个朋友。伫开车，我每每开车拢真快乐开车要出去顺便佚佗开到迄个一个路口，我就停红灯，我就停落来。突然间我感觉讲较有假像有人去客着我的车啦我就拍开窗仔门一看，看到后壁有一只迄个真大只的轿车迄台车一直咧客我的车想要客到我迄车门遐拢啪啪啪有声音所以已经有弄着是真慢安尼弄着我就看我车顶坐4个安尼彪形大汉体格拢真好面红光光，像啉酒的款我想讲安尼。嘛是爱解决我就来比一个手势来讲咱停伫咱车阳顶过了，咱就停伫路边来看讲到底造成什么款的问题大家当然想讲，我毋知敢会惊袂其实迄是我想讲简单处理咱和谐对伊而且我体格有若袂歹啦无啥咧惊，所以我就停伫咧路边伊就头去就对我慢慢驶驶去对我后壁，结果
无偌久吼，我车停来了，门拍开要落来，伊突然间拢加速吼，拢往迄个高雄的方向走去啊！哦，迄个时阵吼，阮规车人拢真生气，真生气吼，气甲要死吼！啊，阮小妹吼，较冷静吼，伊拢把迄车牌已经记好啊，伊讲啊，即摆无你要走去啊吼，啊你也对袂着，人伊进口的轿车驶真紧就驶啊，我对袂着吼，车牌已经记啊。啊，因为迄个时阵，阮也拢无手机啊，吼，迄个时代也无手机也无真风行的时阵吼，啊，所以阮就原本是真快乐要出去佚佗，结果吼拄到即款代志吼，我大家拢真艰苦。啊，结果开差不多10分钟吼，突然间我看到头前有车祸啦。啊！一看到迄台车去弄到一只拖拉机啦，吼！我弄啊伊个车头拢变去吼，你毋知吼，我偌欢喜个。啊，阮小妹因拢拍扑啊，我手下寒冬都袂当拍扑啊，但是我心中总欢喜个。啊，我想讲吼，安尼袂要紧啦，安尼代志，反正伊已经家己发生啥尼大伤害就算了啦，吼，我就继续开吼。啊！但是开一段时间了，阮突然规台车拢安静落来。啊，迄个时阵我就开始想讲，我做一个牧师吼，啊，别人发生车祸，我遐尼欢喜哦，安尼敢毋对？所以吼，我想讲，圣经逐人讲吼，爱听你的对着，而且为着迫害你的人祈祷。哦，所以我就伫这车顶替伊祈祷，我讲求上帝吼，互伊透过即个事件会当有一个反省。啊！牧师要讲即个例，互大家知，就讲，咱常常会将圣经的话袂记进，吼，这是耶稣基督对咱的要求，伊对咱的期待。但是咱伫生活中间，有时阵会袂记起上帝的话，所以期待讲，咱伫实行即个恒久忍耐功课顶面。爱求圣神来帮助咱，互咱得到即款的快乐，咱才会当甲咱的本性对抗，真正将恒久忍耐即个功课学习了真好。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可能牧师咧讲道的过程中间，你心中有负一个人，还是一寡人？这个人可能捌伤害过你，互你的心肝感觉真艰苦。或者是你生活中间有甲啥物人有因为误解，有一寡冲突，也袂和解，依然有怨愤无了下伫你的心中。我想今仔的信息是为你准备的。如果你若需要牧师这个时阵替你祈祷祝福，你会当将你的手举起来。我确信上帝要透过咱共同的祈祷，帮助你会当伫这个忍耐过程中间，会当了下，会当解决你目前的状况。咱举手起来了，就当放落来吼。咱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透过你的话，阮明白，疼是恒久忍耐。只有忍耐，才会当成全真实的疼。我也真清楚，伫忍耐过程中间，阮必须要有一寡行动。所以，阮恳求主你加替阮快乐，互阮真实实践你的疼，也帮助阮，特别是也伫你的面前，也去手遮兄弟姊妹。主你用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会当。伫了解对方的过程中间，也得到医治，也帮助阮会当真实甲伤害阮的人和解。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充满对圣神来的疼，也会当将这个疼实践出来，来荣光你。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